大家好，我係阿力，今集嚟到深圳福田夏梅林嘅 A Park 紅磚小鎮，仲有默默博物館，以童心復古為主題，重現品牌歷史同經典玩具。地鐵9號線夏梅林站 A 出口出，喺對面過條馬路就到，超方便。個門口就喺呢度，隔離就係麥當勞博物館。呢個外觀設計非常之吸睛啊！上面爬咗一個漢堡神偷嘅公仔啊！呢度寫住默默博物館喎，而家外邊呢度係咁嘅。呢間麥當勞呢，就營業時間朝頭早10:09至夜晚8點嘅，逢星期一閉館。第一次喺深圳麥當勞博物館食會係點？哇！呢度係咁樣嘅，上面呢層窗口位望出邊嘅，咁呢邊就係裏邊，望落都唔係話好大嘅，有滑嘟嘟喺度。漢堡神偷呢個餐牌啦，呢度。哦，呢個開心樂園餐有得換喼喎，呢度。叫咗個巨無霸餐，100% 純牛。哇！薯條好熱啊！睇下個包先，哇，都好大個。味道都唔錯。呢個一個關於童年、創新同快樂嘅空間。呢個就係紅磚小鎮嘅地圖。商場裏面有一個充滿聖誕嘅小天地，啲人聚集喺度畫畫同整手工藝。呢個園區保留咗舊廠房嘅紅磚外牆，同現代文創元素融合。出面有個戶外活動嘅地區，好多聖誕裝飾。哇！呢個麥當勞叔叔夠特別啊，黑白色啊！地面依層啊，哇！左邊依一欄都係食嘢嘅，有得。哇！落返嚟呢度好靚，呢度呢個聖誕裝飾。夜晚呢度應該有活動搞㗎。呢度影相定係懷舊一下，心情都會變得好好。最後放俾大家睇下一啲香港聖誕嘅裝飾。多謝大家睇我嘅影片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嘅視頻。